现在就差这波几个车。往新一代智能空间站示范，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。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变电站，它装逼的月光宝盒。每年也都在花城广场举办。再往前看，这个是海心沙亚运公园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就是在这里举行，因此海心沙也成为。